六秀三仙坐伫个台顶，上世界看演员拢是囡仔面，顶岛的大部含新单，因拢是新社中和国小歌戏团的学生，受到邀请来到当地庙寺演出，可以学很多动作，这是一般人体验不到的机会。除了三仙戏，即届嘛有新社在地历史故事《白领船之歌》，结合着白领船设计师和新社高层妈祖的故事，这个节目受到大家欢迎。透过学习戏曲和在地故事，那熟悉台湾文化嘛，磨练家己的性格。他们其实不是那么会说台语，然后他们就是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个句一个句去教他们。借由演出，我觉得他们变得比较有自信。中和国小当年发展歌戏表演，全校差不多有40个学生拢有顶大的能力，甚至阁受邀到美国来演出，加做新社在地上层的表演团体。小学校发展无同款的特色，替学生开创更加多元的未来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